中国第2日宣布讲开放福建的居民会当去到马祖旅游。今仔日有7名中国旅行社业者先去到马祖探路草，海基会也宣布会伫咧马祖设办事处，提供两方面中国较济服务。因那未来敢会开放金门旅游呢？这观光业者是真期待。因也呼吁政府呢，就爱解除这中国旅游的禁团令，互两岸开放旅游。 全邦驶到马祖，立江县长王忠明甲议长张永刚到码头迎接。中国日宣布开放福建的居民申请到马祖旅游。这位中国旅行业者23到马祖，进行5天4夜的踩线行程，做深度的体验。都是旅行社的，都是两岸的。 马祖小三通成放令，恢复办理福建居民到马祖旅游签注，两岸旅游搁再出现希望。海基会秘书长卢文嘉23讲，欢喜看到中国开放马祖旅游，这就是第一步。海基会也宣布会伫咧马祖设办事处，提供两岸民众观光服务。我们也将在下个月开始，我们马祖的服务中心也将正式来开始运作。台湾政府一直采取就是开放的态度，那整个关键和阻碍当然在对岸。 那所以我们希望，所谓交流是有来有往，叫交流。如果只有一方同意，一方不同意，一方热一方冷，那个不叫真正的交流。观光业者拢希望两岸会当慢慢开放旅游。金门的明代22到北京甲中国各大班主任送道见面，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希望中国赶紧开放陆客到金门，包括团体旅游甲自由行，尽量伫中国11长假进行。在金门的小三通部分的话呢，应该 有机会在近期呢能够来成型。大陆旅客到金门旅行一直以来都是金门最大的境外旅客来源。旅游界强调，即马到中国禁团令也未解除，搁加上咱国对中国实施感染式的禁戒，也造成两岸关系紧张。希望政府思考促进两岸观光正常化交流。 海基会也提醒国人，最近若去中国爱注意，中国对民间建筑物拢有提悬管制措施，所以唔通随便翕相，才袂去触犯到中国的国安法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